連港澳明星都知喺呢度，你仲喺度諗緊啲咩嘢？我哋講緊入到小區，簡直度假一樣嘅 feel， 真係綠化環繞啊！出門就係人間煙火，最緊要係咩啊？5分鐘去到優越城，10分鐘去到華發商都，15分鐘就去上港珠澳大橋啊！門口仲有直通巴士直接返香港啊，方便到你唔信。想跑步，屋苑有超長嘅塑膠跑道啊！想游水，小區擁有超大嘅游泳池；想打波，超級高標準嘅籃球場、羽毛球場同埋網球場。中意運動嘅人士真係唔好走步啦！啲屋苑有超闊嘅樓距啊！我哋呢個屋苑講緊有超開闊嘅視野啊！我哋再嚟講一講我哋呢一套單位，88方3房2廳1衛嘅。咁呢套單位咧係我哋自己業主已經買咗咯，而家精裝交付。係咁咧，我哋業主咧係有自己嘅一個需求品質，所以將開發商嘅交付標準全部拆晒，改翻有自己嘅風格。咁我哋再嚟講一講我哋嘅而家賣緊嘅戶型同埋棟數同埋價位。咁我哋買緊嘅棟數係46棟同埋42棟嘅。咁戶型咧由77方到130方，由2房到4房單位，任君你選擇。咁而家均價係13500嘅，想要平你咁揾我 Gary，12000幾可以幫你攞低呢度噶啦。仲加上我哋開發商仲送多一個人防車位俾到你啊，同埋我 Gary 送埋你全屋家私家電俾到你噶。咁咧我哋加上咗一個政策係咩咧？7萬蚊首期就可以上車啦。咁想要了解更多戶型同埋價位嘅，可以在評論區打66或者 PM 我 Gary，帶你嚟實地睇下。